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跟各位大家来报告：去欲断惑，除无明啊！我们要去除我们的欲望，我们有时候欲望太强烈了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世间的烦恼都是由贪欲取啊，世间的烦恼就是贪所造成的。你的欲望如果太多，烦恼就不断，智慧就没办法增长。所以要去欲断惑，断除这个烦恼心、迷惑的心，除无明啊！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？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坏，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错，不懂就为非作歹了，随便乱做了，嘴巴乱说，行为错乱，颠颠倒倒的，迷迷糊糊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无明斩除干净，不能留有一点点根在内心当中。心存的慈悲勤善行啊，要心存慈悲，我们要尽量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帮助众生，这一点一滴都是在因缘的果报里面。有慈悲心的人，你的道路会走得很宽敞。如果你自私自利，心中非常的狭窄，那么你的路就很窄小。所以我们要心存的慈悲，要勤善行，认真努力的去做好的行为、好的善事，持念佛号永不停啊！佛号永远都不要停，随时随地行住坐卧不能停。你在走路可以念佛，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念佛，你是坐的也可以念佛，你是躺的也可以念佛。清闲的时候应该念佛，忙碌的时候也该念佛，随时可以念佛。我开车能不能念佛啊？可以啊，开车可以念佛啊，在家里面洗衣服照样可以念佛，扫地清扫环境也可以念佛。所以持念佛号我永不停，我不能停止，弥陀必定来接引。因为你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相应的，而且念佛的当下，25尊的菩萨在旁边护佑着你。哎呦，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变成你的至亲最好的朋友，你念佛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。所以如果能够念佛永不停的话，弥陀必定来接引。因为阿弥陀佛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按照他自己对众生的承诺，你在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一定来加持你，让你心不会颠倒，不会错乱，不会受到冤亲债主的干扰，带你安安心心、安安稳稳的直接到极乐世界，坐在莲花就跟着阿弥陀佛走了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希望大家都能谨记在心，彼此互相共勉。阿弥陀佛。